我哋呢度咧嚟到 Panel 2，咁咧跟住咧都有3位嘅嘉賓。咁啊，首先請啊黃德福牧師，就係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宣宗堂嘅，係。又跟住我哋請林世峰宣教師，係中華基督教香港閩南堂。另外咧就請羅兆賢傳道。係啦，咁呢3位三位嘉賓咧，咁就都係同我哋亞洲歸主協會有好緊密嘅合作，即係有好多嘅合作。咁不如咧，我都請即係逐個，即係首先都分享下你哋同亞洲歸主協會有啲咩嘅合作？我估係逐步嘅嚇，希望大家唔好介意把聲少少啊。不過如果我因為病唔嚟咧，我估阿蔡牧師會更加介意嘅，所以我點都要嚟㗎啦啊咁樣嚇。咁就我估係逐步嘅。其實就我本身都識阿蔡牧師嘅。咁我估之前咧，其實就因為我哋安排講員咧，就邀請阿蔡牧師嚟講道啦嚇。咁啊每年我哋都有邀請嘅。咁後來咧就覺得教會講道咧，其實咧最難揾係咩？嗰啲報道嘅講員啊。咁我收尾靈機一觸，佢話亞洲歸主啊嘛，咁我哋係亞洲噶嘛，你要人歸主啊，咁佢冇辦法推我講福音主日啊，即係等等嗰啲啦嚇。咁啊，即係所以我哋都有一兩次咧邀請阿蔡牧師嚟講福音主日啊等等。嗰時候有一次咧，後來亦都有其他講道嘅。咁後來咧，阿蔡牧師咧佢就講過嗰個福音查經啊，跟住咧講到好犀利喎，跟住啲弟兄姊妹就瘋狂喎，快啲揾阿蔡牧師嚟開班啊，教即係呢個嘅嗰個嘅馬太福音嘅查經啦咁樣嚇。咁然之後就其後後來咧，我又邀請阿蔡牧師，我哋有週4晚有網上主日學啦。咁啊，蔡牧師就亦都講到關於佢個名好 in 嘅，但係個總意就都係講召命㗎啦嚇。即係我唔記得你嗰個課程名啦。咁然之後咧，其實就我估最關鍵咧就係咧，其實我哋後來咧，我哋教會有一個新嘅外展中心。咁我哋點樣嚟到推動嘅時候咧，我哋就請阿蔡牧師咧，可唔可以即係讓我哋有啲外展嘅培訓啊？咁嗰時阿創小好亦都邀請埋另一位阿館長啦嚇。哇，好做嘢做到超過即係加01，去幫我哋視察呢個地區有咩資源嚟到同我哋嚟到喺當中分享。咁我哋有3次一啲外展嘅培訓。咁我覺得即係其實我哋亦都有去參觀呢個好感嘅體育館啦嚇。咁我覺得都係大致咁上下啦，阿蔡牧師嚇，應該我要講嘅都差唔多啦。咁啊，我哋繼續合作嘅。我講到呢度先。好，暫時好多謝你。好，咁跟住有請林世峰宣教師係。好，大家好，我叫林世峰啊。跟亞協的深度合作，我坐在這裡才知道我們是深度合作的。那剛才蔡牧師分享到，就是我們要這個大使命的更新運動回歸這個大使命。昨天我跟幾個同工在分享這個校園的事工和這個年輕人的需要。那其中一個同工說：我們都講了幾百遍的這種查經 OIA 啊，還有這個從聖經裡面看很多東西啊，好像我們都沒有什麼變化，我們講的都是耶穌有什麼更新的其實另外一個同工就說，如果我們更新了就麻煩了我們幾千年，我們這個福音已經講了2000年了，是不變的福音的。那更新是什麼呢？剛才聽到蔡牧師分享的時候，我覺得突然間就明白了，原來就是回歸到大使命來。回歸到我們的大使命，我們就明白我們要做什麼，我們應該是什麼其實這一段時間我跟亞協跟蔡牧師有一些很多我們真的是深度的交流分享到就是香港這幾年的變化很大，其中一個就是人口的變化。我講普通話，我是從內地來的我這個來到這裡有很多的適應，有很多的需要，有很多的我們去調整在這調整的當中呢，有很多從教會的角度來看，其實我們是要更新一些使命的，需要去明白我們應該怎麼做的。就好像剛才我們小組在討論的時候，其中一個姐妹就問我說我們現在有很多普通話的教會，是不是這一些普通話的群體就交給普通話的教會就好了？其實這就是我們很需要更新的地方了。前5年10年，可能我們見到普通話的群體，把它推到普通話的教會，或者交給普通話的事工，那是對的。但是這幾年呢，如果交給普通話的事工或者普通話的教會，是做不到的。因為這一批人來到香港是尋找生活的，
是在这里要適應、要改變要融入到整個香港的社會裡面去了。如果普通話的群體跟普通話的群體在一起，我們還是普通話，我們需要的是學廣東話。所以我們來到這裡的時候，我們首先需要的是怎麼樣明白香港的生活是什麼上街買菜，我們用的那些用的一些這個語言是什麼？我們應該怎麼問？我們應該怎麼樣跟人家交流？可能大家覺得這個有什麼好交流的？你知道香港人買菜可以多一根蔥的，我們沒有的，因為你要問呢，他就會給你多一根蔥嘛，是不是？是我們不知道嘛。大家不要覺得這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對於我們融入到香港生活來講，這就是我們需要去了解的。所以我們覺得普通話的事工就是語言的問題，我們是一個翻譯，我們有一場普通話的聚會，我們就已經做到普通話的事工了。其實這只是一個初級的，最開始，剛才蔡牧師也介紹說華語事工的那些需要的時候，語言其實是一個最簡單的。但是透過語言背後有很多很多我們需要了解的，所以也跟蔡牧師有很深度的交流，就是其實普通話的群體背後，我們不是只是語言的問題，有他怎麼樣在香港生活下來，他怎樣重新規劃自己的人生規劃，生涯是什麼，還有接下來如果他是做一個基督徒，我們應該怎麼樣培訓他，那這個過程其實很需要一段時間的，但這一段時間裡面，我們教會可以做什麼呢？可以在這當中，我們有哪一些課程呢？其實我覺得亞協就有很多，剛才大家看到1、2、3、4那一系列，我們可以加入的。其實這就是一個使命的更新，做的事情是一樣的。我們做了2000年的東西，但是在香港現在這一個這種環境當中，我們應該怎麼樣去把這種使命活出來呢？我們看到香港最近很流行一句話叫做流動性的，香港的年輕人流動到海外去，但是有一批年輕人流動到我們香港來，那中間我們應該做什麼？我覺得這都是我們很深度接下來要去合作的東西。因為我們也談過普通話的課廣東話的班，我們不是只是教廣東話，廣東話的背後有很多我們就可以在那個班上就可以告訴他們的，我們基督教的價值觀，我們香港人生活，香港過去包括獅子山所謂的獅子山的精神，怎麼樣都可以放在這個廣東話班裡面，讓大家能夠理解明白呢。還有剛才蔡牧師一直強調的那一種軟實力的一個人在香港的生活，他要面對的各種的環境的變化的時候怎麼做的，這些都是他們很需要的。還有就是大家要知道，來到香港的這一批呢，不是只是新移民。過去我們認為的新移民就是很基層的，這一批叫做高才、優才、專才，為了孩子而來的是很多很多的。大家如果去看這個數據，這3年大概有60萬的人來香港，他們有20幾萬的是家庭，是這個帶着孩子來的。那家庭的課程、親子的課程也是很需要的。這背後我們應該怎麼樣去做？所以不是一個普通話教會做的，所以使命的更新不是叫普通話的教會去使命更新。全香港大家知道有多少間普通話的教會嗎？不超過30間，你知道嗎？那30間就算都更新了，能夠面對60萬的群體嘛？但是我們香港有多少間教會呢？1300多間嘛。如果每一間都更新，我們每一間可以做到多少個人呢？60萬除以1300，大概我們的400到500個人。所以弟兄姐妹，這是一個很大的數據。所以回應到這個大使命的時候，我們真的要更新的時候，我們要明白，這不是普通話教會的責任，是我們每一個是教會都有這個責任，是基督徒我們都應該有這個責任。我覺得這是我跟蔡牧師跟亞協深度合作的地方。謝謝。好，謝謝您孫教師的分享呢。我的普通話真係很普通，要講返廣東話，確實真係啊！香港而家好多優才通啊嘛，我相信咧，大家在座教會裏面咧都面對緊，即係有可能係有即係內地嚟嘅朋友、福音朋友，我哋又應該點樣去做呢一個嘅華語事工咧？咁我哋等後面可以再有 Q&A 嘅時間。好，跟住落嚟俾羅小燕傳道分享下。大家好，我係小燕傳道。
咁之前蔡牧師即係邀請我分享嘅時候咧，都有一刻咧都喺度諗好唔好分享咁樣。咁因為咧我就咁啱今個月就離開咗侍奉嘅教會啦，咁所以都喺度諗下會唔會好尷尬咧咁樣。咁但係咧後尾都諗其實都好想去榮耀神，同埋去分享即係喺教會嘅層面去同亞協合作嘅時候，希望都可以係令到多啲教會啦同亞協去分享。咁所以就即係喺度有少少分享啦。咁我自己其實係喺疫情嘅時候咧，係參加即係蔡牧師佢開咗個教牧小組。咁當時見到佢嘅牧養嘅題目好吸引啊，就係頭先佢講嘅即係內容啦。咁所以一路去參加嘅時候咧，無論係查經啦，定係即係其他各樣嘅聚會，咁都覺得好幫到自己嘅靈命，同埋好幫助到自己再去整合個信仰。咁與此同時咧，咁我就見到即係好多弟兄姊妹嘅IG 啦，或者 Facebook， 其實好多時佢哋 post 嘅嘢咧都係好中意一啲藝術嘅嘢啦、音樂啦、文創啦，甚至旅行啦，或者係會好多一啲深度去反思信仰嘅事情。即係例如可能喺度諗當我傳福音嘅時候，其實我做緊啲乜嘢咧？咁然後自己都會喺度諗其實即係有種唔甘心咯。即係會覺得其實例如共享空間，其實本身教會就係一個共享嘅群體，或者係好多軟實力嘅事情，本身我哋嗰個信仰係有㗎啦嘛。咁點解好似大家會好鍾意出面，然後就定義咗教會其實好離地，即係可能教會成日都係講上天堂落地獄咁樣。咁嗰陣時其實都有一種唔甘心，同埋有一種覺得都好想即係組員可以多啲參與教會嗰個事情。咁所以嗰陣時都喺度諗咁不如索性將即係開教牧組體驗過覺得好好嘅工作坊、聚會、查經等等。咁不如就喺自己牧養嘅小組去推行啦。咁慢慢去推行嘅時候咧，我記得當初係同啲組員都去參加嗰個馬太福音嘅查經。咁然後佢哋又覺得好好啦。咁然後佢哋又有啲會喺團契嗰度開始大查經，即係用翻嗰種自問自答。咁然後都會喺度再諗咁會唔會可以擴大嗰個羣體？咁所以都會有一次係教會即係開放嘅，由我哋所有人都可以嚟。咁嗰陣時都有由一啲20幾歲去到可能60幾歲嘅都會有。咁嗰陣時都係一個好感恩嘅，都有。即係算好多人都有40幾人，咁大家都係可以跨組別咁樣去到查經啦，然後大家覺得都好好唔會悶啦，同埋可以吸引到佢哋自己喺靈修嘅時候都用呢種形式。咁甚至有啲咧就有興趣可以喺團契度大查經啦，或者係啦，咁亦都有精藝規劃。都嗰陣時我同組員係一齊去參加嘅。咁參加完之後，我哋喺呢個咧都係一個好好去幫助內部牧養，同埋咧令到佢哋一啲嘅伴侶特別未信嘅嚟啊。因為喺職青嘅組員咧，佢哋嘅另一半係即係都係差唔多年紀要佢哋翻嚟教會好難啊。因為佢已經有四面牆嘅框架，覺得教會都係好離地。咁但係原來當佢哋去參加呢個工作坊，然後有個別去同佢傾，跟住我哋再另外有啲時候嘅跟進聚會等等。咁其實佢哋都嚟咗4、5次啦。咁然後就發覺都可以係一個撒種，令到啲未信嘅，特別喺職場嘅弟兄姊妹都去參加。咁我哋都試過，佢哋參加完覺得好好咧，佢又再介紹佢一啲朋友嚟參加。咁所以我哋都覺得係一個撒種。雖然同埋即係面對即係佢哋去到談婚論嫁嘅年紀，咁其實即係愛情嘅作用，佢哋已經係產生咗，好難叫佢哋分手噶嘛。咁撻着咗，咁所以唔可以即係好難叫佢哋分手。咁所以可以做嘅就係快啲令佢哋信主啦。咁但係原來要令到即係可能已經20幾30歲嘅人要突然間信主，仲要好擁抱你呢套信仰，其實都好唔容易。咁但係原來藉著呢一啲好生活化嘅理財工作坊或者精藝規劃等等咧，係令到佢哋有興趣嚟教會，咁我哋就可以有一啲嘅撒種咁樣。咁所以喺好多呢啲嘅工作坊啦、聚會啦、退休營，咁所以都見到係有一個內部嘅牧養，係更新咗大家覺得教會其實係好落地嘅。
我哋個信仰係好生活化嘅，亦都對應到身心社靈嘅需要，亦都可以係一個撒種去外展。咁所以就整體上覺得可以對內部一個深度牧養啦、更新，同埋對外係一個撒種去到一個嘅報導。咁當然咧，即係有好多好處啦。咁但係其實喺個過程咧都好多挑戰嘅喎，因為係我參加原教牧組覺得好啫，咁但係其他同工執事未參加過噶嘛，同埋係要更新其實唔容易，因為唔好咁邊個負責任咧咁樣，咁所以都係好需要有。即係去好多溝通啦，同同工啦、執事啦、導師去溝通，因為我哋有時有啲聚會係用團契嘅時間，因為好忙啊，大家額外好難去俾到時間。咁但係有啲就係整體，即係一啲侍奉退休或者係整體嘅，咁都要好多嘅配套。咁所以都好多謝教會係有一個咁樣嘅胸襟，有咁樣嘅機會係可以俾即係我啦，同埋同亞協去嘗試。咁亦都需要有好多嘅溝通啦。咁亦都喺個過程，即係自己諗翻嘅時候，都發覺可能如果係牧者你自己第一身有參加過咧，你再去同長執佢哋分享，可以分享到嗰啲好處，或者實際佢哋有啲咩問題問你嘅時候，你答到咧，咁嗰個說服力都係多咗嘅。咁所以都邀請，如果在座牧者可以有時間嘅時候，即係可以多啲參與亞協嗰個嘅聚會，即係你自己先有第一身經驗，咁之後再同牧師或者係同工長執佢哋去分享咧，咁佢哋會具體啲去知道嗰個情況，因為其實每間教會都有佢哋自己嘅定位或者需要發展嘅事情，點樣可以去配合，咁都係好需要去溝通有智慧咁樣。好多謝小燕傳道嘅分享，咁確實係喎，即係咧，即係頭先蔡牧師又介紹咗咁多關於馬太福音嗰個查經嗰個門訓係咪？咁嗱間教會都有好多查經班㗎，咁但係點解即係一樣都係查經，一樣都係睇嗰本聖經，咁但係即係亞協呢一個馬太福音個分別喺邊度咧？都係查經，我覺得就係個焦點唔同，係嘛？我哋係從個照明嚟到去進路，去嚟到去做呢個查經嗰個焦點嗰陣時候咧，比較落地啊！即係好似真係而家無論咩 age 都好，職青又好，或者啲青少又好咧，都係有呢一個嘅需要咯。咁所以頭先Phoebe 傳道都有講，同 Phoebe 好多關係啊，同 Phoebe 都好熟。咁啊 Phoebe 傳道都有講到啊，我都好認同啊！即係好多時候咧，唔係我哋一啲平信徒或者一啲嘅，即係我哋好想去推佢哋就夠。其實我哋要喐一班領袖。即係教會裏面嗰啲執事啊，或者甚至乎機構嘅裏面嗰啲領導咧，係要擁抱呢一個嘅 program 咯。所以我哋大家要努力去推。咁我都想喺度問下黃牧師咧，咁喺你喺應用你教會裏面咧，你有冇面對啲咩挑戰啊？其實就教會而家就好多挑戰嘅，講真嗰句，我估唔止即係。不過我自己去體會咧。我就會覺得咧，我可能未必答你個問題，不過我喺度諗緊另一樣嘢咧，就機構同教會嘅關係啊，唔好意思，我想即係講，反而我就覺得咧係點樣同行啊，教會同機構嗰種同行咧，我覺得係個重點，因為我又唔想一種對比啦，因為查經係咪機構好啲，教會唔好，我估唔係呢個意思啦，都係個焦點係頭先講個召命啊，咁我就反而一直喺度諗緊咧，就係我覺得一樣嘢就係其實教會都應該有。應該啦嚇，做唔做呢件事就應該有嗰個使命嘅。咁而機構咩咧？其實機構就係幫助教會繼續咧清晰翻嗰個嘅使命。咁我覺得咧，就因為咧喺同阿蔡牧師合作時候，就因為我哋有外展中心嘅時候咧，其實就再有個機會咧，就撻翻着呢一樣嘢。咁點樣嚟到喺教會裏邊做報導嘅工作？咁我自己會覺得咧，就係點樣能夠咧教會同機構嗰種嘅關係咧？咁查經係當然係一種嘅方式啦嚇，咁我覺得不過頭先你講開查經嗰度，我答少少咧，個挑戰係乜嘢咧？就係咧，因為阿蔡牧師係高手啊，佢可以自問自答。但係如果我將呢套嘢咧交喺團契裏邊咧，我覺得我揾唔到查經組長嘅，冇人夠膽會做嘅。講真嗰句，因為我哋傳統咧，你最好就算都有啲建議嘅答案，有啲實質嘅嘢咧，咁我只可以氹到啲人幫手帶查經嘅啫。如果唔係咧，我估第一節目你叫阿蔡牧師嚟啦，咁就得㗎啦嚇，即係會有嗰個情況，因為佢係高手啊嘛嚇，咁我估都事實上係嘅。咁我覺得就變咗會調適咯。
我估兩者之間咧就係、有時我哋 open 去查經，同埋我哋咧就算我哋查經組長咧，唔係必定係有一個答案嘅。咁我估 open 同埋未必係一個絕對嘅答案咧。但我又覺得查經組長都應該有自己嘅睇法嘅。如果完全掉晒出去咧，你又啱，佢又啱咁樣咧，我估覺得又唔係最負責任咯。咁我覺得咧個挑戰就係咧，真係要好熟咧，好有把握咧，先至能夠話你有咩問題問完我哋大家要回應到咧。我估呢個就唔容易啦。我估嗰個層次咧就差唔多去到係真係傳道同工先能帶得到啦。我會覺得嚇。好多謝，我都話時話頭先咁多同工賣廣告啦，我都賣下廣告。我除咗係亞協嘅董事之外咧，我本身係差傳事工聯會喎。咁我哋機構咧都會同教會同行㗎，即係有啲咩需要你哋都可以嚟走嚟同我哋走嘅，就揾差聯揾我哋都 OK。係咁林宣教師，我都想問下。即係頭先啱啱你俾咗好多數據啦，係嘛？即係我哋大家其實都知道，即係優才通嚟香港過往都有成60幾萬人，確實即係教新出咗個教會調查報告啦，過去咁年係咪？即係我哋1300幾間教會裏面得嗰幾廿間做華語事工，相信你都面對緊好多挑戰。咁你可唔可以都分享下有啲特別咩啲挑戰？我哋即係可以機構可以配合你。其實我們在服事的當中，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教會都很擔心我們怎麼做。我們都知道這個是使命，這個應該去做，但是怎麼做啊？所以這個擔心不是只是一個教會或者我在這裡服事的，我們覺得挑戰，我覺得是大家眾多的經驗。所以我們最近也在跟不同的做普通話事工或者願意去服事的這一些的教會，我們把這種的經驗總結起來。所以呢，我覺得亞協就在這中間做了一個連接的工作，因為亞協的機構就認識很多的教會機構，願意去參與在這個事工裡面，我覺得蠻好的。我們就過去我們真的不知道一個非基督徒怎麼樣訓練他成為一個愛主的弟兄姐妹，能夠成為一個服事的人員這個過程其實是蠻模糊的。但大家剛才看到蔡牧師的分享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有一個很清晰的，當然不是上完第一階就能第二階就表示他已經到了那個成熟的基督徒的程度，而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也不斷的跟不同的教會這個服事的同工一起去明白認識到這一些新來港的這些普通話的群體，他們的需要在哪裡？所以在這2年當中呢，我們覺得有很多慢慢整理起來的。當然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大家去做的時候不知道從哪裡摸進去，但是我們已經摸了一圈了，我們摸了一些石頭了，我們也可以看到就是有幾塊很重要的石頭是我們的一條路首先我們怎麼接觸這些的群體大家都覺得很慌張，我們去哪裡找這些人？其實很簡單，我們開一個廣東話班就有很多的流量來了。在我的教會，我們只是也在這當中，我們就可以見證到，就是我們從開始這個廣東話班到現在，我們教會已經被爆滿了。然後他們來到教會說，我們真的連椅子給他們坐的都沒有。他們說我能不能站在門口聽一下？弟兄姐妹，你知道這個需要有多大嗎？他們是跟我們教會的弟兄姐妹說，我能不能站在門口聽一下？我們說連門口都沒有位置，我們只有電梯口。他說電梯口也可以。如果你們有機會到我們教會參觀的時候，我們其中一個小組真的就是開在電梯口的確認有去了，你就看到我們在電梯開了那個班。所以弟兄姐妹，這個是很容易做到。我們有擔心有挑戰我覺得並不是這些新來港的人，反而是我們的教會，我們是不是像約書亞一樣有信心踏進去你就看到這個水分開的。因為那個結果不是你能夠操控的，是上帝在當中把那一個大的一個群體帶到我們當中。所以呢，我們要想一想，這個群體是從哪裡來的？如果是人的作為，我們就覺得這很簡單。但是有沒有想過，我們怎麼樣有可能把全中國裡面最優秀的人才集中在我們小小的香港呢？不好意思，大家覺得什麼小小的香港其實香港真的在全中國來看，真的是很小的地方了。但是這裡集中的全世界最優秀的我們的這個華人，是不是？高才是什麼樣的人？大家都很清楚。優才是什麼樣的人？他們是全世界排名前100名本科畢業人才能來到這裡的，也就是他們當年都是高考狀元來的，他們才有機會和資格來到香港來的。所以大家不要小看我們這些小小的地方，上帝真的做了一個
很大的事，那我们教会怎么样去承接？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挑战很大。所以我跟蔡牧师也聊过说，我们怎么样跟更多的教会去分享这样的意向，去做一些简单的培训。很多教会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我们把几间有10来间的教会，大家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那这个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我们要去做的一个平台，成为一个交流的平台，不是哪一个模式可以复制。因为我们最近发现，过去教会做的就是我们都去大学里面开广东话班嘛，但是大家知道吗？大学里面只有1/10的新来港的人，其实60万里面每年只有多少2万多人，现在应该全港的这个在校生里面非本地学生。真的只是1/10可能所以我们还有9%的人呢，我们怎么看呢？怎么做呢？所以这些都是挑战。我们希望说可以跟更多的教会合作哪怕我们听一下课程，哪怕我们更新一下这些的观念其实这个是一个互相理解的过程。当我们去做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是明白这些新来港的需要，新来港也了解我们香港人，我们教会里面所做的事情是什么。那我们就可以成为朋友。大家知道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面，中港矛盾是挺大的。那很多的年轻人对这个内地来的是蛮反感的。我有几次机会去大学的团契去分享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他们应该不关心的，但是结束之后他们要我的 PPT 给他们大家就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不关心，他还要我的讲义拿来干嘛呢？他根本不需要，他们拿回去，他们说他们想再看一下。所以弟兄姐妹，不是年轻人有问题的，是我们有没有传递这个意向，我们怎么样把这一种的信息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觉得一些培训简单的，我们把过去一些教会所做的经验积累起来，成为一个大家一起分享的课程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我们想做的一个就是资源的中心，就是大家知道教广东话班教材在哪里？其实我们教会我们香港有20多间的教会都在做这个事工。然后亚协我们也应该蔡牧师收集到这些的所有的资料了，所以我们希望这些东西都可以跟大家分享。刚才也讲到 AI 很厉害的，我最近就是用 AI。就是去写这些广东话的教程。刚才大家看到把大家这个毫无头绪的东西整理成3个很重要的概念 ，AI 也可以做到，把我们生活里面很不相关的广东话整理成一个很正规的课程。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今天教课程是什么，反而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资源中心，一起共享。还有呢，这个事工大家在教会的投入上面呢，每一个教会都投入一点，有没有可能我们真的可以有一些资源投入在我们觉得很重要的方面上包括教材还有一些课程的研发。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需要去一起去做的。这个挑战不是说我们遇到很大很大困难，看起来很小，但是我们去做就能够突破的，但是这个就好像很难，因为在香港的教会里面是很有规矩的，规矩里面就是要把过去没有做的放进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希望大家在教会里面也可以试试看如果有机会我们也可以组织一下，一起交流一下，或者欢迎大家来到我现在服侍的教会来看看，都是可以的。不是希望大家来學習，而是我們互相交流一下，交換一下經驗。哇！好，大家多謝，好，大家記住 mark 低林宣教師嗰個 contact 即係去請教。我想知道廣東話班收唔收費嘅？其實很多教會做法都一樣的，收費只是為了這個留住他們，因為不收費，他們今天來，明天不來。後來我們發覺我們是朋友的，都不用收費了，因為他們已經每一周都很自動的來，不僅來，他們還把他們的朋友帶來，所以我們就不收費了。早期的時候我們收費，那後來我們不收費。其實中間很多很細節的東西需要我們去試試看咯。好，謝謝。咁小燕傳道，你仲有冇啲咩想補充？有一個啦，頭先因為蔡牧師好好啦，機構都有一幅即係好仔細由慕道到即係門訓嗰個成長嘅階梯。咁因為即係蔡牧都有好多年牧會嘅經驗，咁所以都好知道教會即係成個牧養嘅進程或者向導各樣嘢。咁即係
頭先喺度諗下教會其實好多挑戰啊，因為好似頭先一開始嘅時候，大家都寫咗教會嗰啲挑戰，其實都可能係每一間都面對緊嘅。咁可能都就着每一間需要嘅，即係眼前可能比較着急需要嘅，可能就可以揾機構去合作，大家一齊去同行，然後幫弟兄姊妹可以喺個信仰上有更新咁樣。好，咁呢個環節差唔多，多謝我哋掌聲，多謝3位分享嘅嘉賓。